今日廣州受冷空氣嘅影響，氣温明顯下降。廣州11個區發布今年下半年首個寒冷黃色預警信號。2026年度廣州惠民保今日上線，保障繼續加碼。廣東省2026屆普通高校畢業生系列供需對接活動從化地區專場今日舉行，現場提供超過11000個崗位。各位晚上好，歡迎收睇每晚6點準時播出嘅廣視新聞。你現在收睇嘅係廣州廣播電視台綜合頻道，下邊係新聞嘅詳細內容。外交部今日舉行例行記者會，發言人毛寧表示，中日關係出現目前嘅局面，根源在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發表涉台錯誤言論，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同中日4個政治文件嘅精神，破壞中日關係嘅政治基礎。中方維護核心利益、捍衛國際正義嘅立場冇絲毫改變。日方必須立即收回錯誤言論，深刻反省，改弦更張，俾中國人民一個明確嘅交代。全球首台原位可變徑盾構機變徑1號今日順利始發，方伯城際廣州火車站至白雲站區間右線隧道開始掘進。林欣傑報導。由於方伯城際嘅廣州火車站位於國鐵廣州火車站站城改造範圍內，近期車站冇地面施工條件，制約咗方伯城際嘅建設。按照傳統的方式呢，那麼地面要先徵地，然後再做維護結構，再做整個車站。廣州火車站呢，它不具備目前徵地的這個條件，所以它這個車站沒辦法實施。那麼按正常的情況下，那麼這條線就沒辦法通車了。施工方採用創新工法施工，呢台變徑1號盾構機長145米，闊8.83米，重1950噸，從廣八區間盾構井始發。呢台盾構機就好似一個地下變形金剛咁，當佢挖掘到廣州火車站嘅時候就可以直接調整直徑，挖掘車站嘅站台層。呢種創新工法將大幅提升地下空間開發施工效率同設備適應性，可以降低環境影響同綜合成本。目前方伯城際芳村至白雲機場北土建工程累計完成53%，10個區間裏邊2個已經貫通，6座車站已經封頂。廣州電視記者林欣傑報導。2025年智能建造廣州觀摩會舉行，現場觀摩天河區嘅2個在建項目：中山大學腫瘤醫學科學中心天河院區同好太太國際中心。2個項目都採用咗唔少智能建造嘅新技術，助力項目高效安全推進。楊家良報導。呢2個項目都由中建4局承建，其中中山大學腫瘤醫學科學中心天河院區位於龍洞片區，總建築面積大約29萬平方米。項目喺舊年5月開工。行入項目嘅工地，集中展示嘅各式建造機器人讓人大開眼界，有巡檢機器狗，仲有牆板安裝機器人、地坪研磨機器人、整平機器人等。呢個項目運用咗全球首例全埋式重離子治療艙綜合施工技術，而且施工全過程應用 BIM 技術。前期我們從計劃開始到方案比選，還有我們的防碰撞，還有組織施工的一個模擬，通過 BIM 的動態一個展示，這個項目的一個施工進度，可以直觀了解到各個階段的一個施工任務的完成的一個相關一些情況。項目計劃2026年春節之前完成主體結構封頂，2028年1月竣工完成驗收。而好太太國際中心項目位於廣州金融城東區，總建築面積大約10萬平方米，地下4層，地上39層。呢度採用全域數字管理平台，為工地裝上智慧大腦，實現項目管理一屏盡覽、一鍵可知。項目嘅雲端建造工廠應用8款智能機器人進行作業，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採用了一個機器人集群的一個作業方式，用機器代替人工，然後作業效率都會提升大概30%到50%左右。施工安全方面亦有高科技加持，工人冇佩戴頭盔，後台嘅系統可以自動識別，連工人佩戴嘅亦係智能安全頭盔，具備北斗定位、5G 音視頻通話等功能。項目計劃喺2027年完成封頂，然後竣工移交。與會人士喺呢次觀摩會中，對智能建造中嘅 AI 戰略佈局、
綠色建造等應用同成果進行咗交流探討。廣州電視記者楊家良報導。第20屆中國經濟論壇今日喺廣州南沙舉行。今屆論壇嘅主題係中國式現代化同15.5中國經濟展望。參會嘅嘉賓共同為中國喺15.5時期嘅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探尋中國式現代化嘅實踐路徑。刁家俊報導。活動主論壇上，各位參會嘉賓聚焦各自領域，立足唔同層面，闡述咗對15.5時期中國經濟發展嘅思考見解。有參會嘉賓表示，香港同南沙已經建立咗比較完善嘅對接機制。面向未來，建議香港同南沙可以攜手拓展合作領域，爭取更多政策創新等方面嘅合作。我們計劃依託南沙客運港，打造內地與港澳國際的規則互認先行區，把香港的專業服務和大灣區的政策結合起來，打造集技術、金融、法律服務於一體的平台，發揮南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海上門戶的優勢，推動粵港一起提升航運、金融、仲裁等高端服務能力。有嚟自製造業嘅參會嘉賓認為，企業必須堅持自主創新，通過掌握核心科技，為消費者創造健康價值，並以優質產品向世界展現中國製造嘅魅力同擔當。我們走向世界是什麼？是讓別人了解我們中國，了解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文化，了解中國是有什麼樣的創新能力。中國的價值是在於我們賦能世界，這就是我們製造業生存的意義。區域協調發展係構建新發展格局嘅重要途徑。有專家提出，粵港澳大灣區應該率先構建共同市場，通過深化規則對接同制度改革，打造世界級經濟中心同科創中心，為國家發展勇挑大梁。我們要構建大灣區共同市場，我們國家已經提出了要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但是要從構建幾個大的區域市場開始。那我們粵港澳大灣區的這個區域大市場是非常重要。如果有這個構建區域共同大市場的有利生產要素，這我們是一個城市進行流通。中國經濟論壇自2001年至今已經成功舉辦20屆。今屆論壇設1個主論壇同9個平衡論壇。論壇前仲組織咗相關主題調研活動。廣州電視記者刁家俊報導。繼續係牢記殷殷囑託，開創廣州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系列報導。習近平總書記喺廣東考察嘅時候強調，完善區域協調發展、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紮實推進共同富裕。廣州以8000萬工程為揸手，推動產業升級、城鄉融合共同富裕，實現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人居環境品質提升見成效。喺增城區朱村街萬畝絲苗米基地，金黃嘅水稻散發住濃濃嘅香氣。2021年，當地村民莫麗賢睇中咗鄉村發展空間，返鄉創業，喺家鄉龍新村承包咗200幾畝嘅土地做家庭農場，農業觀光、農耕體驗、研學等農民旅融合，吸引咗唔少嘅遊客嚟呢度觀賞遊玩。而家佢嘅家庭農場年產值超過600萬元。仲帶動咗附近大約60戶嘅村民共同走上致富道路。一個週6日當天就可以迎來過萬人次的一個來打卡。接下來的話，我們還是會深耕於這個以絲苗米這個稻田為基礎，然後更加把我們的內容上的進行一個提升，去探討一個更加深入的1、2、3場融合的這麼一個路徑。近年嚟，龍新村搶揸8000萬工程典型村建設機遇。流轉土地1500畝，發展現代絲苗米特色產業，仲成立強村公司，採用租金加分紅嘅方式，引進鄉村會客廳項目，盤活空心村資源，建成清風伴娘絲苗里特色民宿，促進村集體同村民嘅增收。2024年村集體經濟收入大約310萬元，其中經營性收入達到283萬元。
我们也自己在做一些文创性的一些研发，还有我们会做一些季节性的农产品的一个推销，比如说荔枝，我们今年尝试了荔枝，然后线下跟线上同时展开。我们未来可能会增加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业态，比如说像我们的月子经济。泸州靈山村靈窯基地發展現代都市靈窯，探索靈窯加文化靈窯教育等模式，建設特色靈產品採集園。產子農場提升經濟效益。增城區牢牢把握廣州東部中心同環南昆山羅浮山引領區建設雙輪驅動嘅重大機遇，以5個大渣為發力點，紮實推進增城特色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嶺南韻味城鄉風貌塑造，韌性十足嘅公共服務同社會治理體系建設，通過集成式改革激發活力，凝聚社會各界參與合力，令百千萬工程喺增城落地生根，書寫城鄉融合發展新篇章。增城將持續錨定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指示，重點推進6個顯著經濟發展質量顯著提升，環南昆山、羅浮山雲林區建設顯著見效，鎮街連城帶村功能顯著增強，人居環境和城鄉風貌顯著煥新，改革創新顯著推升，社會力量顯著凝聚，奮力在百千萬工程實踐中走前列、做示範。廣州電視記者嘅報導。休息陣，轉頭翻嚟繼續有廣視新聞。今日廣州受到冷空氣嘅影響，氣温明顯下降。廣州11個區發布今年下半年首個嘅寒冷黃色預警信號。廣東省2026屆普通高校畢業生系列供需對接活動從化地區專場今日舉行，現場提供咗超過11000個崗位。歡迎翻嚟廣視新聞。廣東省2026屆普通高校畢業生系列供需對接活動從化地區專場今日喺廣州軟件學院舉行，現場提供咗超過11000個崗位。鐘振宇講下。雖然今日降溫，仲落住細雨，依然有唔少畢業生一早做好準備嚟現場揾工。廣州軟件學院嘅呢一場供需對接活動，一共有320家用人單位參會，其中95%企業嚟自粵港澳大灣區，國企佔比15%，覆蓋互聯網、IT、設計、管理等眾多嘅熱門行業，月薪涵蓋3000到5000、5000到8000、8000到12000等多個區間。學歷需求從專科到本科不等。來到這次的招聘會是想找一些關於跨境電商的運營助理崗位，主要是想找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師助理的這麼一個崗位。前端開發吧，5000塊錢左右吧。就你剛開始的時候，你肯定你經驗不足的話，肯定不能要求那麼高的薪資的。近年唔少國產遊戲持續走紅，有大廠專門嚟招遊戲領域嘅人才，設有遊戲策劃師、UI 設計、3維設計師、遊戲特效師4個崗位。有互聯網企業則表示，今年對於計算機、前端開發等方面嘅人才需求有所增加。邊是做軟件系統開發一家公司啊，目前招的話呢，主要有開發類的，比如說做瓦開發啊、前端開發，公司業務的一個增長。對，今年來說的話，接的項目相對來說也比較多一些，所以人才需求相對來說也會有一些增長啊。本科呀、研究生都有，基本上的話是在7到8期。有畢業生投咗幾份簡歷後，發現企業好睇重畢業生嘅實戰經驗。我本人擔任過一段項目的項目負責人，一個二手市場吧，它是一個能夠上線、能夠落地、能夠完成支付之類的一個完整的項目。自身能力強，哪怕2本，其實你也能進像騰訊那樣的大廠。但如果你本身能力弱，哪怕你985、211，也不一定能進那種小廠。跟住落嚟，廣州軟件學院仲將舉行企業專場宣講，以及唔同規模嘅招聘會，以滿足畢業生嘅就業需求。廣州電視記者鐘陳如報導。2025年廣州市中小學課間微運動暨體育大課間評比活動，今日喺廣東實驗中學荔灣學校第2小學部舉行。嗱，點樣令到學生利用課間時間可以充分運動呢？各間學校都開展咗唔少嘅嘗試，花樣百出。我哋一齊去睇睇。
半個鐘頭嘅帶課間時間充裕，學生哥可以嚟翻段活力四射嘅拉拉操。亦都可以舉行一場小型嘅趣味運動對抗賽。對於細路仔嚟講，各種有趣嘅運動比每日重複嘅廣播體操更有吸引力，主動參與嘅運動效果亦都更好。李教練可以帶我們一起練武術，可以提升我們的精氣神。回家會練給爸爸媽媽看，然後呢，爸爸媽媽會誇我們老師教得很好，我們練得很棒。至於15分鐘嘅微課間，更多嘅係學校為小朋友創造運動嘅環境。喺省實荔灣學校，走廊同各種零碎空間添置咗各種運動設施。同學課間就好似去到遊樂場，一刻都冇停過。而智慧體育設施前面更加係需要排隊，每一次嘅成績都經過人面識別，可以自動打榜。小小遊戲竟然激起咗小朋友強烈嘅好勝心。包括我們現在在推的羊城10項，這10項裡面呢，包括速度、耐力、平衡、柔韌，是全面的發展學生的素質。就說讓他主動吸引他下來玩微課間，而不是我們把他趕出來啊。廣州市從今年開始喺全市推廣15分鐘微課間同半個鐘嘅大課間，舉辦今次評比展示活動，亦都係希望各學校之間多交流經驗，共同探討同開發出更多適合學生嘅運動，全面提升學生體質。廣州電視記者余勇報導。國際方面，西班牙第38屆庫埃特文圖拉國際風箏節拉開帷幕啦！嚟自歐洲各個國家200幾名風箏愛好者齊聚，展示造型獨特嘅風箏。喺海風中，遊客手中嘅風箏陸續起飛。首日活動，嚟自西班牙各地小學嘅學生成為咗主角，興奮咁放飛親手製作嘅風箏。參加者每人最多可以放飛20隻風箏。好多庫埃特文圖拉島上嘅居民每年都會帶住親手製作嘅風箏嚟參加風箏節，其中最長嘅手工風箏達到咗30米。除咗當地人，仲有嚟自意大利、愛爾蘭、比利時等國家同地區嘅風箏高手嚟到呢一度，唔單止參加比賽，亦都可以喺11月中旬享受陽光同沙灘。廣州電視編譯報導。繼續係廣視新聞。廣州琴晚開始風力逐漸增大，今日廣州受到冷空氣嘅影響，氣温下降，有零星小雨。今日中午11點嘅氣温比琴日同期嘅氣温跌咗11攝氏度。呂曉文講下。今日早上起床，你有冇感受到換季式降温呢？大風迎面吹嚟嗰陣，伴隨絲絲涼意。記者喺路上見到唔少嘅人都着得厚實咗。着多件衫啦，係啊，保護自己啦，係啊，最緊要身體健康啦。今日冷空氣入咗廣州，比往日涼咗少少，仲可以接受，着多件衫就 OK 啦。感覺咧就相對有啲涼，但係咧凍起來就沒事。出汗嘅時候咧，適當就要停一停啦，唔好像嗰啲風一吹就會感冒嘅。廣州各區亦均已發佈寒冷黃色預警信號。廣州市氣象台預計未來2日受強冷空氣影響，廣州多雲轉陰天，局部有零星小雨。18號到20號，那麼早晨的這個最低氣溫呢，就是都會接近10度。那麼白天的這個最高氣溫，都會在這個15到17度，風還是比較大的。那麼大家如果就是是在戶外，比如說高空或者是港口作業的話，就要注意關注這個大風的影響。然後就到20號可能會逐漸轉成一個多雲天氣。那麼21號以後可能陽光就會比較好。天氣漸涼，提醒有基礎病嘅市民呢，一定要及時監測好自己嘅血壓情況，如有不適請及早去醫院就診。另外，大家亦要適時添減衣物，慎防感冒。廣州電視記者呂曉文報道。廣州11個區已經發布咗今年下半年首個嘅寒冷黃色預警信號。今日市內最低氣温逼近10攝氏度，街道嘅庇護站開放，為有需要嘅市民提供防寒嘅場所。程忠漢講下。今日下午氣温體感比朝早仲要凍，氣温持續下降到10攝氏度左右，並且伴有零星小雨，陣風6到8級。未來2日將會以陰天間多雲為主，預計氣温喺10到17攝氏度之間。我早上出門的時候，
我感觉就是还 OK。然后我下班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冷死我了。特别是那个冷风从那个腿那里直上了，但是这冷空气不会冷多久，它最多是过2天又回升，所以我们經常都是很少會穿很厚的棉服。寒冷預警信號生效期間呢，街道庇護站免費對外開放。防寒庇護站通常設立喺社工站、長者中心、黨群服務中心等嘅場所。天河南街嘅庇護站設咗喺社工服務站，活動大廳就變身成為臨時庇護嘅場地。呢度呢，安設咗簡易嘅床鋪。可以供應食物同熱水、大衣、棉被等防寒物資，亦都可以免費使用。社工站嘅工作時間係朝早9點到晚黑6點。市民如果喺其餘時間有避寒需求，可以提前撥打紅棉守護熱線聯繫社工。像之前的一個颱風季節，包括這幾天天氣寒冷的話呢，我們也會24小時的去做給我們的一個市民做一個庇護的一個作用。基本而言，就是當他在生活上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就可以跟我們去做一個救助、求助的一個情況。首先，第一還是先保障他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生存的安全的一個問題。其次呢，也會看一下他的一個實際服務需求。21號開始呢，冷空氣就會減弱，氣温會有明顯回升，預計最高氣温會回升到20攝氏度以上。廣州電視記者程宗漢嘅報導。下半年首場寒潮影響向南移。南方多個地方嘅氣温今日繼續下降，最低温度0攝氏度線將會向南壓到去江蘇、安徽南部至到湖北中部一帶。中央氣象台朝早繼續發布寒潮藍色預警同大風藍色預警。江西南昌斷崖式大降温啊！喺九江廬山氣温降幅達到20攝氏度。本嚟而家正係賞銀杏嘅時候，突如其來嘅寒潮就令到樹上嘅銀杏都落咗成地。交警加強路面巡查，提醒司機大霧天氣要減速慢行。浙江大部分地區氣温下降咗10攝氏度，台州市沿海出現8到10級嘅偏北風，當地有9條客運航線停航。江蘇淮安盱眙縣出現零星降雪，江蘇低温喺今日同聽日2日仲會持續，最低氣温喺零下1攝氏度左右。太湖水面陣風將會達到8級。為咗確保安全呢，根據太湖水上聯合搜救機制，蘇州、湖州、長興、無錫、宜興等環太湖交通執法部門已經協同行動，對太湖實施封航，禁止所有船舶進入到湖區。解除時間將會另行通知。廣州電視編輯報導。休息陣，轉頭翻嚟繼續有廣視新聞。2026年度廣州惠民保今日上線，保障繼續加碼。英國政府公布對庇護制度嘅全面改革方案，被外界視為英國收緊移民同庇護政策嘅重要一步。歡迎翻嚟廣視新聞，下面嚟睇下廣州市區嘅天氣情況。預測聽日白天廣州陰天間多雲，氣温介乎10至到15攝氏度。部分銀行嘅長期限產品利率同短期限產品利率倒掛咧，已經成為咗當前嘅常態，甚至有唔少嘅銀行已經下架咗5年定期存款產品。董婷講下。進入4季度，喺過去部分攬儲壓力較大嘅中小銀行，往往採用階段性調高3年期、5年期等中長期限存款利率嘅形式，增加存款競爭力。最近部分中小銀行直接叫停5年甚至係3年定期存款產品，利率稍高一啲嘅長期限存款產品喺呢一個攬儲旺季成為市場嘅稀缺品。學者認為，銀行降利率目的都係為咗優化自身負債結構。我覺得根本的原因還是這些小銀行，他們在這種淨息差方面還是遇到一些困境，存款的利息放貸出去支撐不了它的這種比較高的利率，所以呢，它只能取消或者是降利息。銀行業內人士話，目前5年定期存款利率接近甚至係低於3年期，相對嚟講性價比較低，好多客戶都唔願意存5年期。而隨住最近1年存款利率持續下行，定存嘅吸引力普遍驟降。存取沒有這麼靈活，我可能會去做一些理財或者幹嘛吧。這個要看你有沒有其他投資項目嘛，如果沒有的話，還是會考慮嘛。
銀行業界認為，貸款利率嘅下行帶動銀行存款端成本壓縮，令到銀行優化負債結構。未來長期限高息產品嘅空間將會持續收窄。廣州電視記者董婷報導。2026年度廣州惠民保即日開始開啟參保通道啦。作為普惠型重大疾病補充醫療保險，喺保費唔變嘅基礎之上呢，可以報銷特效藥嘅種類增加咗，保障服務亦都再升級。姜家卓講下。廣州惠民保參保人依然唔受年齡、戶籍、職業嘅限制，咁只要購買咗廣州基本醫保嘅人都可以參保，就算係高危職業都可以參保獲賠。而今次依然有49蚊基礎版同埋149蚊升級版選擇，價格冇變，但就優化咗保障服務內容。基礎版維持每年49元的價格，特藥種類由去年的22種擴展至今年的25種。149元升級版產品特藥種類升級至65種，給參保人帶來更多的用藥選擇。今年最大服務升級係無需墊付藥費，往年買特效藥需要先申請，之後到藥店先墊付藥費購藥，之後再申請理賠。但今年開始，符合條件嘅參保人喺指定渠道購藥嘅時候，無需墊付全部藥費，只需要支付個人自付嘅部分就可以啦。已經參保2年嘅陳女士話，今年繼續參保係特效藥擴容吸引咗佢，而且家庭參保可以享受8折優惠。最擔心的是爸媽他們年紀大了，萬一得了重大疾病的時候呢，可能要用到醫保報銷不了的那些進口藥、特效藥這些才是費用的大頭。特藥的目錄上面又增加了好多款，尤其是149塊錢的那一個升級版，覆蓋了有癌症啊、罕見病啊這些高發重疾的特效藥。我看上的是149元的升級版，它把那個港澳那邊的一些藥品啊，還有那個什麼CAR-T 治療、質子重離子這些呢，也都放在裡面了。那麼保障範圍呢，也都跟上了最新的一些醫療水平。參保通道2026年1月15號截止，市民可以通過廣州惠民保 Plus 微信公眾號了解參保信息。廣州電視記者姜介卓報道。喺廣東最靚嘅公共文化新空間登記結婚係一種點樣嘅浪漫體驗呢？元匯花城情定天河獵德清和里結婚登記點戶外頒證點今日揭牌啦！10對新人體驗咗獨具嶺南風情嘅儀式，我哋一齊去睇下。儀式依次呈現係英之禮、三揖三讓、合卺之禮等經典嘅中式環節，每個步驟都承載住美好寓意，儀式感十足。新人們莊重咁宣讀婚書，許下相伴一生的承諾。能夠深刻地感受到廣府的這個婚俗習俗，這不僅是一場簡單的婚禮，也是一場這個文化的體驗，也是賦予我們今後生活的一個美滿的開端啊！還有葫蘆的對酒的儀式啊，這些都讓我們充滿着幸福。全新嘅戶外頒證點位於天河獵德涌邊，同周邊幾座嶺南風格嘅建築交相輝映，營造出傳統韻味十足嘅婚禮場景。這種戶外的婚禮，我們都覺得特別的新穎，而且特別的有趣。其實我們也是傾向於就是不要太多繁重的那些禮節，然後像這樣輕輕鬆鬆，然後大家都很開心。天河區持續深化婚俗改革，大力推進婚姻領域嘅移風易俗，倡導小型婚禮大美婚俗嘅理念。目前全區已經設有5處嘅戶外頒證點，不斷擦亮花城有喜、天作之合、花城有愛、守護幸福嘅婚姻家庭服務品牌。遇到這個重大的或者是喜慶的節日，比如元宵啊、520啊、七夕啊、端午那個中秋節啊，這樣子，我們都會在不同的戶外頒證點的場地舉辦這個集體的戶外頒證和集體婚禮。那室內的呢，在我們天河區民政局婚姻登記處那個就不受時間限定，只要我們開放登記辦證，都可以給他們做一個簡單的室內的頒證儀式。廣州電視記者馮永善嘅報導。15運會係廣東各個城市展示體育性格嘅好機會。珠海、江門、陽江、湛江、茂名賽區都有承辦項目㗎。呢啲城市都有自己嘅一張體育名片。跟住譚妍去了解下。珠海賽區承辦咗粵港澳3地公路自行車賽，呢個係全運會史上首個跨3地舉辦嘅賽事，開啟咗珠海打造濱海騎行之城嘅篇章。
未來珠海將持續開展形式多樣、聯動灣區嘅各類自行車賽事。珠海的騎行環境友好，目前全市已建成綠道1290公里，健康步道133公里，讓騎行者在繁華城市和自然風光間無縫切換。而江門嘅體育性格就收埋喺排球運動裏邊。作為排球之鄉，今次江門賽區承辦咗排球男子成年組同女子20歲以下組嘅比賽，有22名嘅江門台山籍運動健兒喺屋企門口出戰。排球唔單止係專業運動員嘅專屬運動，早就成為全民共享嘅生活樂趣。再講到湛江，大家都知道呢度係全紅嬋嘅家鄉。湛江培養咗3位跳水奧運冠軍，呢個跳水之鄉嘅美譽早就走向世界。像我們選材的身材比例啊，包括運動員的一個身體素質啊，我們每一年都會下到五院市區去挑選苗子啊，所以作為一個教練來講的話，像全紅嬋的這種運動員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湛江運動員能堅持下來，就能吃苦能耐勞，不怕苦不怕累。茂名賽區承辦咗群眾賽事定向項目決賽。呢項賽事亦係留俾茂名嘅全運禮包。茂名計劃到2030年成功申辦國際級高水平定向賽事。而今屆全運會陽江賽區承辦嘅2項賽事已經完賽，亦順勢推廣中國風箏之鄉陽江嘅文化。我們風箏就像是跟我們跆拳道的精神一樣嘛，因為風箏是破風而上，我們作為跆拳道人，我們也應該是要破風而上的精神。廣州電視記者譚賢報導。人民紀錄片《珠江》喺央視播出之後贏得業界同觀眾嘅一片叫好，令更多人了解珠江、熱愛珠江。文藝工作者亦都正喺度用唔同嘅方式回應住呢一條母親河嘅文化召喚。江哲報導。8集人民紀錄片《珠江》系統展現咗珠江流域嘅自然風貌、地理特徵、人民底蘊、城市發展、對外貿易等脈絡，係首部以全流域視覺呈現珠江文化特質嘅大型紀錄片，為觀眾呈現咗珠江文化嘅獨特魅力。珠江嘅熱潮正從屏幕之內延伸至屏幕之外。喺廣州畫院，院長宋陸京正喺度創作佢嘅全新巨幅畫作。呢幅長達10米嘅畫卷，以俯瞰嘅視覺將雲山珠水嘅自然氣韻同都市繁華融為一爐，喺傳統筆法當中注入當代意識。佢就跨越時空嘅珠江史詩，同紀錄片當中全流域嘅宏大敘事遙相呼應。我們這幾年呢，畫過很多關於珠江的這個畫作，畫紙上的每一筆呢，都是對珠江精神的萃取。紀錄片引發廣泛關注，說明珠江已從地理概念升華為文化符號，集體認同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珠江水緩緩注入茶壺，一片片承載住南國風味嘅綠葉，釋放出淡淡嘅茶香。珠江孕育咗一種溫情而健康嘅優質生活方式。喺廣州工美嘅展廳展出嘅茶器就從生活嘅角度解讀珠江文化。佢哋獨特嘅造型同工藝，無聲咁講述珠江流域茶樓林立、水邊炊煙嘅市井風情同生活方式。我哋廣府人係唔滿足於單純揸住個茶杯飲茶，而係通過飲茶過程當中發現個茶杯入面有更多嘅文化附加值同文化內涵，對飲茶文化嘅鍾愛，體現咗我哋整個珠江流域嘅人對生活美好嘅向往。從畫布上嘅江山畫卷到茶席上嘅生活美學，紀錄片《珠江》激起咗藝術創作同工藝設計嘅新靈感。呢條大河嘅故事正從一部熒屏作品延伸為一系列可觸摸、可消費嘅文化產品，構建出一個跨越媒介、連接創意同生活嘅傳播新生態。廣州電視記者江哲報道。千秋文物萬古流文瀾閣4庫全書整理出版工程特展喺國家典籍博物館開幕，1559冊嘅影印本集體亮相。展覽展出咗各類文獻實物70幾種，分為盛世修典、七國分藏、江南三國文瀾獨存、烽火互補、文化長征等5個單元，以時間為軸，通過系統性嘅學術梳理同珍貴嘅文獻實物展示，
全面咁回顧咗文瀾閣四庫全書班藏杭州歷經劫波、3度寶鈔、抗戰西遷整理出版、傳藏全球嘅文明傳承歷程，深刻咁詮釋咗民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嘅時代主題。其中表現丁氏搶救同寶鈔文瀾閣四庫全書嘅3個書畫長卷，係首次喺北京公開展出。國家圖書館亦都精選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中經、史、子、集各一冊，配合展覽展出。澳門檔案館就舉辦檔案中的澳門商賈展覽，展出多件同近代澳門商人相關嘅珍貴檔案，涵蓋商業合同、政府批文同報章報導等等。澳門文化局局長梁慧敏致辭嘅時候話：商業唔單止係經濟社會發展嘅根基，亦都係文化載體同時代見證。佢希望通過展覽，等大家可以了解澳門喺近代中國對外貿易、中西文化交流以及華商網絡當中嘅獨特位置。商賈唔僅僅係推動咗經濟嘅繁榮，更加係喺社會嘅轉型、文化交融，乃至係國家嘅命運關鍵時刻，都扮演咗舉足輕重嘅角色。佢哋嘅故事唔止係個人或者係家族嘅奮鬥史，更加係澳門呢座城市同埋我哋嘅國家，以至係世界互動交織嘅縮影。佢又期望市民可以喺澳門相互開放、創新同堅韌嘅精神當中，構建文化認同。城市交換數據雲平台杭州台澳廣視嘅報導。隨住氣温越嚟越低，呢幾日喺黑龍江漠河北極村多次出現咗五顏六色嘅寒夜光柱景象。寒夜光柱多數發生喺寒冷地區冬天嘅晚黑，係一種冰雲現象，通常喺日落之後嘅挨晚出現。呢個時候由於空氣當中有好多漂浮嘅冰晶，對周圍嘅路燈、霓虹燈、汽車燈光等光源反射，就出現咗彩色光柱直上雲霄嘅奇幻景象啦。國際方面，韓國軍方琴日正式向朝鮮提議舉行韓朝軍事會談，緩解緊張局勢。呢個係李在明政府成立以嚟首次提出韓朝會談提議。韓國國防部表示，朝鮮軍方近期喺韓朝邊境非軍事區內軍事分界線一帶修建戰術道路，設置鐵絲網並埋設地雷。部分人員多次越過軍事分界線進入韓國區域。對此，韓國軍方通過警告廣播同警告射擊等方式，令朝鮮軍人退回到軍事分界線以北。由於咁樣嘅情況持續發生，韓朝邊境緊張局勢不斷升溫。韓方話希望朝鮮方面對會談提議給予積極迅速嘅回應。自2018年第10次將軍級會談之後，韓朝軍事會談已經超過7年未再召開。廣州電視編譯報導。當地時間琴日，英國政府公布對庇護制度嘅全面改革方案，被外界視為係英國收緊移民同庇護政策嘅重要一步。英國內政大臣謝巴拿喺議會表示，過去4年大約有40萬人向英國申請庇護，其中超過10萬人居住喺庇護安置場所中。而抵達英國8年後，仍有超過一半難民依賴福利維持生活，對英國公眾造成巨大負擔。當前英國庇護系統失控而且唔公平，急需全面改革。We will do so by making refugee status temporary, not permanent. A grant of refugee status will last 2.5 years, not 5. 英國政府話，呢一輪改革旨在減少英國對非法移民嘅吸引力，並確保無權在英停留者可以迅速被遣返。相關措施仍將進一步徵求意見。近年嚟，赴英移民激增，引發英國社會對就業壓力、治安惡化等問題嘅擔憂。喺呢一個背景下，持反對移民立場嘅英國改革黨支持率有所上升。廣州電視編譯報導。休息陣，轉頭翻嚟繼續廣視新聞。歡迎翻嚟廣視新聞。以15運會為契機，廣州着力推動體育加深度融合，促進體育與文化相融、與科技互動、與旅遊聯動、與城市共生，將全運帶嚟嘅流量轉化為廣州發展嘅能量。3集系列片跟住全運遊廣州，今晚開始會喺央視4套10點檔播出，
分為綠洞花城、老城新韻、活力羊城3個篇章，帶大家去打卡羊城，共赴一場激情與詩意並存嘅全運之約。全國第12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9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倒計時20天之際喜迎殘特奧會開幕式倒計時20天，荔灣區助殘運動會晏晝就喺西灣體育館舉行。呂曉敏講下。本次活動通過趣味體育項目體驗、康復健身互動等形式，吸引咗超150名殘疾人同社區居民參與。喺殘特奧會項目體驗區設有盲人門球、旱地冰壺等項目，參與者可以提前感受體育競技嘅緊張與魅力。希望多啲搞呢啲趣味運動會啊，等我哋啲殘疾人多啲活動啊。平時我就玩下乒乓波啊，同埋足球啊，之類啲呢啲係有益嘅活動咯。呢啲係有益身心嘅活動嚟㗎嘛，梗係多啲舉辦好啦。參與者們紛紛表示，活動唔單止為佢哋提供咗鍛鍊身體嘅好機會，更增強咗佢哋嘅社會歸屬感。每項活動都配備專業裁判同經過培訓嘅志願者，全程提供指導同支持，確保活動喺安全、有序、友好嘅環境中進行。通過呢個活動啦，我哋可以促進我哋一個殘健共融嘅一個意識啦。咁特別係即係可以殘疾人同埋一個我哋健全嘅人一齊去參與到一個運動入面，咁能夠令到雙方都增長一個了解，能夠一齊去體驗一個運動嘅一個樂趣。廣州電視記者呂曉敏報道。體育方面嘅消息交俾子維講下啦。好嘅，唔該晒楊永明。各位15運會嘅田徑項目男子標槍決賽、男子200米複賽喺今日早上喺廣東省奧體中心進行。李想報道。首先嚟睇男子200米複賽，老將謝震業狀態回勇，位列第2，順利晉級決賽。男子標槍決賽，河南選手胡浩然憑借第4槍掟出81.60米嘅成績奪得冠軍。賽後佢表示會繼續努力突破自己。從上屆完以後到現在4年間，一直在80、81就這徘徊，一直在和教練尋找突破口。今年冬訓完以後，再研究研究，看怎麼去更合理化地安排這個整體的訓練。看台上選手嘅精彩表現都獲得咗觀眾嘅歡呼聲同掌聲。就從網絡上也感受到這個氛圍，看一下我們廣東的選手，他們的一些表現，包括他們的一個最終的一個比賽成績吧。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來看這種就是大型的這種運動會，很熱鬧啊，然後就是很有那種競技運動精神。女子撐杆跳高決賽、女子5000米決賽、男子5000米決賽、男子鏈球決賽、男子跳遠決賽、女子400米決賽、男子400米決賽會喺今晚7點後進行。廣州電視記者李想報道。田徑賽場首次參加全運會嘅陳愚傑喺多線作戰之下，展現出超越16歲年齡嘅專注度，刷新咗亞洲20歲以下女子100米新紀錄。4x100米混合接力有佢，女子4x100米接力有佢，女子100米有佢，女子200米有佢，度度都有佢嘅。喺咁密集嘅賽程之下，順手破個亞洲紀錄，對佢嚟講似乎仲係輕鬆咗啲。女子100米複賽已經係陳愚傑今屆全運會嘅第4次登場。女子100米決賽，陳愚傑喺今屆全運會第5次登場，準備充分嘅佢直接快步跑向終點。好的，比賽開始了。陳愚傑的啟動反應非常的快，韦永麗這個時候跟他處在相持階段，韦永麗稍稍落後，陳愚傑率先到達11秒10。11秒10刷新咗自己嘅紀錄，創下咗亞洲20歲以下女子100米新紀錄。成人賽場上，除了全國錦標賽吧，目前應該也是拿到了國家三個一級賽程中其中2個的冠軍了。怎麼說也是對我這麼多年訓練的一個認可了吧。16歲嘅年紀喺互聯網上佢有好多花名嘅，咩小孩姐啦、地表最強中學生等等，前方仲有更加廣闊嘅空間等待佢去飛躍。廣州電視編輯報道。
最後一則咧係15運會嘅趣聞，喺馬術3項賽團體賽場地障礙賽當中，廣東隊、江蘇隊同埋上海隊分別獲得咗前3名。廣東馬術隊運動員兼總教練梁瑞基喺接受賽後採訪嘅時候，係咁俾個仔打電話騷擾啊！喺3項賽個人賽場地障礙決賽當中，1984年出世，第7次參加全運會嘅梁瑞基繼續策馬奔騰，再次將金牌收入囊中。團體這一塊呢，我覺得是咱們一起努力得來的，因為少一個環節都不行啊。然後個人的話，那塊金牌，其實我說實話，我每一個項目都是最後一個出，但是其實我也沒有太緊張，因為我很專注，我不去想別的東西。一日2金嘅梁瑞基電話響個不停。一個反超，靠得住嗎？是我們的優勢項目嗎？我兒子打給我，我能接一下嗎？哎，佳佳，哎，比完了，2個冠軍啦，哈，你看到了嗎？行，到時候把金牌送給你啊，你和弟弟一人一個。我現在在採訪，我先不跟你說了啊。喺鬆弛感呢一塊，梁教練都係冠軍嚟嘅。廣州電視編輯報道。今日嘅體育消息係咁多，交翻俾楊偉明。好嘅，唔該晒子偉。嚟睇下詳細嘅天氣預報。陽光福彩，造福社會。廣州福彩提醒你，接落嚟請關注天氣預報。為運動會健兒喝彩，英力多提醒你關注天氣預報。德國技術近視老花一副搞掂，中德眼鏡提你收睇天氣預報。強冷空氣帶嚟大風降溫，今日廣州嘅氣溫倒降，晏晝3點各區嘅氣溫得12到15度啫。聽日天氣係點？天氣先生話你知。聽日北風清勁，廣州各區都冇灰霾。人體舒適度3級，感覺寒涼唔舒適。霉變指數2級，物品唔容易發毛。紫外線輻射強度係中等，最高指數5。日頭陰天間多雲10到15度，後日陰天到多雲，但後日多雲，氣溫有所回升。